Hello， 我係心靈女王姚安娜 Lilith， 咁就答應咗大家會分享關於身心靈嘅信息啦，或者我嘅睇法等等啦、心得啦。咁記錄一下先，因為下個月我50歲生日啦，所以我就想改變自己嘅一個可以話係風格啦，或者一個分享啦。咁我嚟緊都會係盡量將我見到嘅、知道嘅，或者感應到、接收到嘅，都會盡量簡單直接同大家分享嘅喺度。咁首先記錄一下，今日就係4月9號啦，2025年嚇，咁就係我喺度同大家分享。咁處於今日呢個狀態呢，咁大家會聽到好多所謂嘅九運啊，或者係好多大災難啦。特別係2025年，好多人會話大地震啦，又有啲未來人又話會講7月會有大地震啦，跟住都講話末世啦，咁跟住又世界喺度大改變啊，好多好多呢一類型嘅信息會出現嘅。咁但係對於一個修行者，或者有第六感嘅人，有預知能力嘅人，其實佢係點睇呢？咁我會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唔知有冇聽過個傳道書啦？裏面有一句說話，所羅門王講就係日光之下無新事吓，即係其實喺太陽底下咧都冇乜嘢係未發生過噶啦吓。咁所以如果我哋大家真係所謂處於呢個亂世裏面嘅話，有幾亂呢？有冇飯食呢？當然有啲地方係發生緊戰亂，但係戰爭同戰亂有幾時係真正係停止過嘅呢？即係唔同嘅原因、唔同嘅藉口同埋唔同嘅地點、唔同嘅因緣和合，就喺唔同嘅情況下發生咁解。咁有啲人就會涉及到喺裏面，有啲人就冇啦吓。咁所以其實係咪要等於2025年我哋處身呢個環境就等於特別差，要好驚呢？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唔需要，不嬲都係咁差嘅，不嬲都有地震，不嬲都有死人㗎，不嬲都有唔同嘅疫症疫情，只不過可能某啲喺村莊發生，喺啲好落後嘅地方發生，我哋冇特別留意。咁但係喺一啲好高科技、資訊發達嘅城市發生嘅時候，成件事就變得好震撼，因為個畫面，因為嗰個信息嚟得咁快、咁密集式。所以會好震撼，所以其實修行嘅人重點係咩呢？我哋個人要定啦，你冷靜落嚟，清醒啲去睇返件事，其實根本就唔係一件不能接受啊，或者係好似隨時會世界末日咁樣，其實唔係啦吓。其實好無奈地，我要講嘅、要分享嘅心得就係呢個都係平常同埋恆常嘅事嚟嘅。股票大跌又好，咁不嬲有升就會有跌噶啦。樓市升又好，樓市跌又好，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噶啦。咁有生有死有滅，咁所以其實我想講嘅係，其實就好似我哋遇到暴風雨一樣，暴風雨啊，但其實佢唔係自然同埋存在嘅一個韻律其中之一個過程嚟嘅咩？其實係要噃。暴風雨亦都有出太陽嘅時候啦吓，亦都會有落雹嘅時候吓。咁係咪等於世界末日咧？唔係咯，仍然繼續嘅。起碼你同我仲存在嘅呢一刻咧，我哋都會繼續喺度嘅，正常都吓。即係除非係其他個人業力或者係某一啲地方嘅問題啦，共同嘅一啲地區業力啦，否則嘅話，我哋其實都係平常心咁去繼續去做好我哋嘅本分，過好我哋嘅生活。當然我哋嘅善良嘅心就一定要有吓，因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人類咧，如果你冇咗善良嘅心，其實真係冇咗意義啦。咁所以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2025年4月9號，我第一章正式同大家分享嘅身心靈嘅智慧就係唔需要你呢個所謂末世，我哋就係做好自己，我哋能夠處於呢個時代，就代表我哋每一個都能夠消化、理解同埋接受得到噶啦。千祈唔好俾外來嘅騷擾、干擾影響我哋嘅情緒，變得焦慮、擔心，其實係冇任何作用，只會令到我哋嘅力量更加流逝、傾瀉，係冇幫助。反而我哋個人越定、越集中，更加清楚當下我哋可以做到最好嘅係啲乜嘢。